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是2月26号正月初9，窗外的春寒还没散 ，A 股这边又是弱势震荡一天游啊。这个沪指差点翻红，收盘又被摁回去。深成指只小涨，创业板和大多数韭菜继续绿油油。截至收盘，沪指是4146.63点，跌了 0.01%。深成指报收14503点，涨了 0.19%。北证指数是涨了 0.28%，创业板指数跌了是 0.29%。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 2.56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757亿元，成交量还是可以的啊。不过虽然是震荡，但是金融消费者今天是很难受的，因为今天是涨少跌多2482只个股上涨，2866只个股下跌。什么算力硬件电路板、服务器、特高压、电力板块涨幅居前，房地产、保险、黄金、白酒、影视院线、AI 应用跌幅居前。这个房地产我一直说这玩意儿就是一日游反弹就是最好的卖出时机隔夜美股那边科技股继续上涨，纳斯达克涨了 1.26%， 标普500涨 0.81%， 道指涨了 0.63%。这个主要是昨天英伟达那个财报还是超预期撑住了场面亚太这边，日本日经225涨了 0.19%， 再创新高。韩国的这个指数猛涨 3.67%， 已经破了6000点大关。我记得韩国指数好像跟咱们的指数沪指是差不多的，但是咱们现在在4000点这儿巩固咱们叫巩固。但是这个韩国的这个一骑绝尘已经到6000点了。香港恒生指数跌了 0.96%， 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 AI 概念继续吹，中国基本面照旧拉胯的这么一个剧本今天这个黄金还有白酒、影视院线这些黄金还有消费板块继续下跌，这也有可能跟那个福特号航母的厕所坏了有点关系，可能近1-2天打不起来。所以说你说这个福特号航母关键时候掉链子，厕所坏了，你说多耽误事吧。我们看看这个海外机构还国内的机构专家对胡适的看法，表面看是看多，实则非常谨慎，盈利驱动掩盖不了基本面风险。这个春节以后海外机构今年对中国股市整体还是偏乐观的，但核心是盈利驱动加政策支持，不是基本面反转高盛1月7日报告原文说，高盛预计民盛中国指数2026年底上涨 20% 至100点，这个 CSI 300指数就是沪深300指数上涨 12% 至5200点，收益几乎完全由利益驱动，盈利驱动利润增长可能受人工智能采用、公司海外扩张以及旨在减少国内过度竞争的政策努力支持，也是靠政策高盛把2026年和2027年企业利润增长预期从2025年的 4% 上调至 14%， 靠 AI、出口和政策来抵消内卷。摩根大通2026年亚洲展望也是类似的结果说对中国股市建设性但有节制，预计 GDP 增长 4.5% 左右，政策支持但波动加大。彭博社等外媒引述高盛策略师说法，他说我们预计牛市将继续，但速度放缓。这是海外机构这个一个看法。国内的机构呢那就更务实中信证券预计2026年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约 4.8%。第一财经引述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等说法，今年地方加大项目建设推动增长，但31省份财政收入目标平均增速不高，折射增收压力较大。粤开证券2月24日报告直言，今年31省份财政收入目标加权平均增长 2.7%， 较2025年下调 0.1个百分点，多数省份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低于经济增长目标1至3个百分点，受有效需求不足、工业品价格低迷、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等因素拖累。所以说这些机构们嘴上说是看多，但细看全是盈利驱动，政策支持，波动加大。高盛自己都承认收益靠企业利润。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消费零售仅增长 3.7%， 恩格尔系数 29.3%， 说明消费升级乏力。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高债务水平可能导致通缩加剧，对出口持续依赖。世界银行中国经济更新说啊，2026年增长 4.4%， 结构性阻力，也就是房地产债务人口这个拖累啊会继续。所以这些海外机构啊，宏观数据就摆在这儿，股市的指数牛市啊，靠 AI 概念，靠讲故事啊，算力硬件狂欢，对吧？脱离基本面能走多远？机构啊，人家有内幕消息，有资金优势，能提前布局退出啊。2024年救市的国家队资金现在已经撤得差不多了，而散户牛马韭菜呢，追高进去就是给别人抬轿子。所以这个小赌怡情啊，也就是你拿几万块钱玩可以，单消费就寻求个刺激。但是如果你指着这个股市赚钱，养家糊口，还按揭贷款，完了是不用上班，那也想多了。不要相信机构什么春季躁动，什么结构性牛市，这些鬼话都是骗你进去啊，当韭菜的。不进场才是保住养老钱的正道啊，对吧？你钱多，你拿几万块钱玩一玩。我们一直说啊，这个指数牛市就是沙滩上建高楼，脱离基本面太远。这些数据啊，以前都说过，咱就不多说了。怎么2025年对吧？规模以上的企业这个利润没有增长啊，只有外企是增长的。股份制企业还有国有企业都在下降，从这一点啊，它就不支持这个沪市啊走牛。指数牛市那它是结构性的啊，拉几只大盘股，没有盈利支撑。下面我们要讲的一个叫巨力所具啊，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寒天订单128万，净利润1600到2100万，靠概念炒到164亿市值，大股东套现28亿，公司14年利润。上市14年啊，利润不足7个亿，大股东一套现拿走28亿，赚的钱还不及套现的零头。关键是 A 股有多少所谓的心智生产力股票跟这个巨力所具是一样的呢？连高盛自己啊都说2026年收益靠14%的利润增长，但消费低迷，企业订单少，民间投资连续低增速，那怎么来的14%的利润呢？中信证券预计啊只有4.8%的利润增长啊。从这个资金面看啊，那也是呈现一种击鼓传花的这种特征，成交量放量靠北向资金和散户追高，但外资看空中国基本面，国内机构也只是阶段性配置。青年失业率高，收入增长慢，消费者信心低于100，居民储蓄率高，不敢消费，所以哪来的真金白银入市？也就是说，今年26年有10几万亿的这个定期存款到期，各个机构就鼓吹啊，这些钱到时候有一部分流入股市来接盘。那人家都那么傻吗？没有业绩支撑，谁敢进去接呢？是吧？何况啊，这个历史是教训是血淋淋的。1990年沪市开市到现在36年，这36年里面割了多少韭菜啊？别的不说啊，2015年的杠杆牛，2021年的什么新能源牛，最后都是散户接盘，大股东套现，一地鸡毛。股市从来不是普通人阶层跃升的通道，而是富人合法收割穷人的工具。所以指数牛市啊，再牛，没有实体经济盈利支撑，都是空中楼阁，都是沙滩上建高楼，风一吹就塌啊。我们看啊，这个今天啊，网上有网友爆料啊，也不是叫爆料，实际上我们节目也说过了，就是叫巨力所具，这是个典型的例子啊。中国股市黑幕曝光，上市公司胡作非为，欺诈炒作，大股东呢趁机啊精准套现，但是监管往往是滞后的。A 股这个池子水有多浑有多深，看看最近的叫商业航天龙头巨力所具爆雷就知道了。2月11日，公司澄清公告原文，这个是多家媒体转载的啊。说公司从未接受过商业航天相关采访，未发表过此类利好言论，网传所有航天业务热点均为假消息，恳请投资者切勿轻信。这短短几句话，直接把商业航天龙头噱头打成假新闻。这个巨力所具核心业务是通用吊装所具，就是钢缆钢索那东西啊。这我在以前节目咱们说过了，这个巨力所具的事情，它实际上跟航天有半毛钱关系没有。你航天上面吊装那个火箭是不是要用钢缆？你那玩意就是要用多少呢？对吧？你又不是航母甲板上那个什么拦走索是吧？勾飞机的那个挺贵的啊。实际上就是叫巨力所具啊，它跟这个什么
什么商业航天没半毛钱关系，关联度极低。你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企业都跟商业航天有关系，为什么呢？比如你是生产卫生纸的啊，那商业航天它不用卫生纸吗？也用啊，那是不是它就是商业航天板块啊？公司啊，2025年航天板块订单不足1000万元，占总营收不足0.5%。2026年新增订单129万元，你说说吧，这个整个的据理所据，2025年业绩预告啊，净利润是1600万到2100万，你说说少得可怜呐，利润啊，净利润，但是它市值却被炒到了164亿，截至2025年3季度末，规模净利润仅1106万元，这样的基本面能成妖股，全靠杨子家族借热点炒作。更恶心的是套现，实际控制人杨建忠澄清公告前一周，他澄清之前他先跑了。2月10日质押1200万股套现约2.45亿元，次日再质押980万股套现1.94亿元，短短2天就套现4.4亿元。这个杨氏家族啊，从2010年上市以来，累计套现突破28亿元，持股比例从74%降至23%，还是绝对的控股股东啊，就是减持50%了，但还是控股股东，你服不服吧？公司上市14年，累计净利润不足7个亿，不及家族套现零头。这不上市公司就这么赤裸裸的啊，冠冕堂皇的成了私人提款机，也就是他这14年为这个股市没带来7个亿的利润，却从股市这个池子里面拿走了28亿。你说这个池子的水它能不再缩吗？而被收割的正是怀揣着暴富梦想的韭菜，对吧？金融消费者。杨子本人曾持股3.75%， 2013年起就7次减持清空，累计套现约2亿元，现在彻底脱离，转身影视投资，直播带货，对亏损股民视而不见。2025年12月，公司还因应收账款减值计提不规范，政府补助披露不及时，治理混乱，被监管局啊、证监局啊采取行政监管措施，高管被约谈，对吧？这就是我们胡适啊典型的蹭热点拉抬股价，然后大股东高位套现，事后发澄清公告，一抹嘴什么都没了，澄清了，我们跟那个什么商业航天没关系啊，是你们自己要炒的，不都是这么玩吗？我可没说对吧？我们跟商业航天有什么关系？是你们自己炒的。公司一边提醒警惕炒作风险，一边主动蹭商业航天的火箭回收概念，误导市场。类似的案例啊比比皆是，咱也不多说了。关键是胡适里面还有多少这样的企业，所谓的心智生产力，对吧？这些概念实际订单寥寥，大股东啊趁着股价一涨赶紧套现减持，等到股价暴跌的时候，他又响应政府号召，响应监管的号召，增持，大股东增持。我就问问啊，你说散户傻不傻？就是大股东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炒自己的股票，高位我减持啊，等它跌到低位的时候，我再增持，对吧？是40块钱我减持，等它跌到4块的时候，我再增持。你说你金融消费者，你玩得过他吗？关键人家这是响应政府号召啊，响应监管的号召。40块减持那是我的权利，4块钱增持那是我响应政府号召，对吧？稳定股市，我还是做贡献，含泪啊把钱赚了。这个国家队是一样的，国家队就是含泪把钱赚了，不赚的没办法，是吧？这是逼他赚的。最近啊，这个中东的局势、地缘政治啊，导致这个贵金属啊，是不是上蹿下跳的？黄金、白银。今天晚上有个新闻也很有意思啊，这是凤凰财经报道的，说女子啊5.5克黄金戒指换新之后啊，只剩下了2克，什么意思呢？就是她是按5.5克这个黄金买的戒指，然后去换新嘛，换新不就是付点手续费嘛，对吧？人家给你重新加工一下，你多少克还是多少克啊？就是付加工费嘛，应该这么理解啊。结果他换的新戒指变成2克，为什么呢？说因为你那5.5克不是5.5克，5.5G 不是5.5克，这个只能说汉语啊博大精深，专坑这些牛马。具体情况大家看视频啊。去年结婚的时候，马先生给老婆买了个5.5克的金戒指，不过前几天弄断了，想着要过年了，就到南湖区于新镇上的一家品牌金店，打算以旧换新。昨天下午的1点多钟的时候，我老婆就想把我的这个东西5.5克的黄金戒指的话，去那个的话老庙黄金的话店铺里面换一下。很快老婆拿回家一枚全新的金戒指，不过马先生感觉轻了好多。称了一下，2克只有，知道吧？2克，知道吧？然后我就感觉到的话被骗了。5.5克的旧金戒指
大概值6000块左右。换成新的金戒指变成了2克，分量少了1半多。马先生认为损失3、4千块，他实在是气不过。他们宣称的5G 黄金，5G 黄金不是5克的意思，5G 工艺的意思就是说1口价的意思。我们以为就是说5G 足金就是给他画5克的意思。也就是说，马先生的老婆拿5.5克黄金换了一个1口价的5G 工艺的黄金戒指。这个5G 是所谓的一种工艺，并不是5克的意思。新的戒指漂亮是漂亮，但是难道这样一个戒指工艺要值3、4千块吗？虽然店家退还了133块的差价，马先生还是觉得销售人员误导了自己老婆，要求全部退掉。双方谈不拢，马先生还报了警。金店工作人员表示，当时跟马先生的老婆讲得很清楚，马先生的老婆也在发票上签了字，销售员也有签字，并不存在误导。我们标价的都说了，这是明码标价，不是按克重卖的。说了，我们视频所有剪辑都有，而且我现在刚刚才从派出出来，他视频全部到处发，昨天已经解决过了，监管部门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对吧？如果监控里如果讲得很明白，很清楚的，老婆没有听清楚。他不听清楚了，他说我知道了，我懂。在这边还有一个视频，他监管部门在的时候，我们有个视频，家长那个说我知道呀，是我喜欢我要换，你不要再说了好吗？这些都有，我们都可以有，监管部门也有。其实是他们夫妻两个自己没有对自己没处理好。当时就是换这个戒指的时候啊，店员有没有跟你说这个是1口价，就是不按克重来的？他说1口价那个。我也没听懂嘛，反正我就不懂，我没听懂。马先生老婆的意思，自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5G 工艺，也没有注意到新的戒指比老戒指轻了。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派出所的调解下，最终马先生把5.5克黄金拿回来，新的5G 工艺金戒指还给店里。马先生另外再补偿给店里740块钱，相当于他们店铺的话回收。让我们把还要是个给他们的话补差价，大家以后购买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的话称一下多少克多少钱，心里面的话清清楚楚。你说什么工艺叫 5.5G 呢？我就知道这个通信是吧，有 5G， 它戒指也有 5.5G， 这什么概念？什么意思啊？就为什么要这么整呢？不就是想对吧？叫这个名字就是想混淆视线，让你一看以为是5.5克。所以说啊，这中国人这个脑筋啊，全用在怎么欺诈、敲诈，怎么这个不诚信上面。这点子啊，都长在这上面，心思都长歪了。这老庙黄金还是一个老品牌是吧？你想想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劝韭菜不要去炒黄金呢？你看看，你就是菜百去买黄金，你就是老庙黄金买了之后，保不齐到你对吧？等到你急用要变现的时候，那时候就傻了，对吧？你再去维权有什么用啊？维权还是让别人笑话，说你不懂，对吧？这样大品牌那儿买的都有坑，你说你乱七八糟那些小地方买的，那的坑有多大呀？完了之后你再去回收，对吧？你再去变现，那也有更大的坑在等着你。关键这种现象啊，这是到处都有，对吧？胡适那就更厉害，对吧？我也想起来什么零添加那个酱油啊，什么土猪肉是吧？1号土猪肉，你这一不留神，你叫一厢情愿的把它看成1号土猪肉，实际上人家1号土是商标，1号土后面跟个猪肉，你说这把智慧都用在这儿。铅和磷添加，你一读成铅和磷添加，人家说铅和磷是商标，你说这是你找谁说理去吧？你抓住了他还没办法，人家道个歉就完了，对吧？我觉得这玩意儿在美西方估计是罚的倾家荡产，你就玩这些字眼。所以说啊，也就是在国内玩字眼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叫什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人淮北则为枳，对吧？康师傅牛肉面，咱们这是朗朗上口是吧？习以为常。但是你到了美国不好意思，你就得写成康师傅牛肉味面，没有牛肉啊，是牛肉味。为什么？对吧？你要敢写康师傅牛肉面，把你罚的倾家荡产，对吧？你跟人玩这些字眼，你这是找残废啊！但是在咱们这呢，就是你就得天经地义玩字眼。所以说咱们这心眼子啊，都用在这上面。
胡适也差不多啊。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啊，这个胡锡进老师现在很忙啊，也没闲着，中东局势、这个俄乌战争、国际局势啊，都有他的身影啊，继续他一贯的平视西方、美国拉胯风格。我看了一下他的微博啊，关于伊朗局势，他是继续嘲讽特朗普天大的谎言，导弹打美国是假新闻，也就是他是这个也站在这个老朋友伊朗的角度上聊这个事啊。但是你看啊，对吧？他反驳特朗普什么导弹能打到美国是假新闻，但是呢，胡锡进老师是闭口不提啊。伊朗国内经济崩溃，抗议不断，对吧？你好歹那个 CCTV4啊，还有那个凤凰卫视，人家好歹还反映一下伊朗国内老百姓什么一个状态。这胡锡进老师根本不管的，对吧？伊朗人饿死就饿死吧，有的吃没得吃不重要啊，反正都是耗材。关于古巴、委内瑞拉，胡锡进老师啊，就是老调重弹，美国入侵委内瑞拉，震惊世界。国际法脆弱，我看还有很多这个盘们啊，把这个特朗普派三角洲部队啊抓马德罗，好像搞得这个义愤填膺啊。我觉得这多好，这就是典型的斩首啊！委内瑞拉老百姓平民没有任何伤亡，然后这么一个毒瘤被人家摘了，有什么不好的呢？委内瑞拉老百姓都对吧，马照跑，舞照跳的日子照过，有好多那个黄俄黄皮肤的盘们反而还义愤填膺，也不知道为啥啊。马德罗的儿子都老老实实，对不对？都打电话劝他爸在美国牢房里安心改造，是吧？都没有说要把他赢回来，反而这些盘们7个不服8个不忿，也不知道为啥。其实他就喜欢认这些流氓，叫认贼作父，是吧？人家把这个贼给去掉了，他还不服，他不适应，对吧？就活脱脱的那个什么，像清朝的太监，对不对？不是有个段子吗？我记得不太清楚啊，但是哪国的大使啊，跟乾隆建议，是吧？你不要搞这么惨无人道的，把这个太监给他去世，对吧？你让太监自己写个保证书，不乱来不就完了吗？别把他割了删了。结果第一个反对的是太监啊，跳出来骂，你说这叫什么事？但这个段子是有吧？是谁我忘了啊。所以你有的人看黄俄确实啼笑皆非，你不知道他委内瑞拉还不是委内瑞拉吗？特朗普没派一个人去，对吧？特朗普嘴炮，人委内瑞拉现在是那个叫什么罗德里格斯吧？你不在里面现在整的。所以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就是这种人，把美国动作说成门罗主义杀鸡儆猴，却不提这些国家自己治理失败，经济崩溃，就是他不管这国家对自己老百姓怎么样，他不管。就是胡锡进老师啊，就闭着眼在那儿，你打他就不行，他们就是正义的正义联盟，只有人家关起门来打自己孩子，那是人家权利，那叫内政，你说怎么弄啊？对吧？胡锡进老师他也看不见伊朗那边哈梅内伊政权接班都已经安排了第4个人了，对吧？4层接班了，老百姓买不起面包，里亚尔暴跌，通胀42%，而胡锡进只会指责这个特朗普假新闻。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老胡高喊国际法脆弱，却不提马杜罗自己把国家搞成经济崩溃，老百姓逃难，马杜罗操控选举，对吧？这最起码的啊，先看看他把国内经济搞得怎么样。如果国内经济搞得挺好的，老百姓啊生活比较富足，那他搞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幺蛾子呢，让他搞吧，对吧？他想改宪法，他想干这个干那个，让他干吧，反正老百姓有日子过得不错，这最起码底线，对不对？你连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了了，你还在那扯这扯那个。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